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天新闻台换照失败。12月12日开始，中天新闻台将会为有线电视52频道来消失。上主要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认为，中天新闻台违法的记录严重，内控的机制失灵，也有高层介入到新闻的制播，所以7个委员一致来通过，要予中天来换照。中天是发声明来反驳，讲这是台湾戒严以来新闻自由甲言论的自由上黑暗的一天，后续将会提出到法律救济的定数。驳回申请，不予换照。一句话宣判中天新闻台即种为有线频道消息的命运。所以委员认为，这个部分来讲，中天的这个内控部分来讲，的确存在有很大的问题。客观上来讲的话，它违法的记录很多，这是客观的事实。中天新闻到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它对于它以往的这些所谓的可能争议改善的部分，并没有提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机制。NCC 7个委员通过讲，无要同意中天新闻台换照，除了内控机制失灵，中天新闻台违规记录嘛变成 NCC 所讲的主因之一。伫103年换照进程违规有28件，抑过换照了后第4年开始，2年半来就违规25件，其中以违反事实查证上济，总共12件，罚钱1153万，这是电视新闻台第1名。民众申诉的案件嘛，为106年的72件，增加到108年的962件，这是占规年申诉总量的31.5%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天内部的这些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自由，内部的新闻自由是受到侵害的。这个也是告诉所有财团要买媒体，在经营过程里面，你还是得去尊重这个新闻专业自主，要必须跟新闻呢保持一定适当的距离。NCC 的讲法，和在场的中天新闻的记者一直提出质疑。中天随后嘛发表声明，表示讲 NCC 已经达成政治任务。这一天是台湾戒严32多年来新闻自由甲言论自由上黑暗的一天。NCC 关掉中天的理由忽略了政治操作因素，审查过程无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，这是违法处分。中天嘛提出后续的法律救济程序，奋战到底。因过中天有719个员工应该好气好强，台北市劳动局表示讲会继续追踪。